整叉燒，如果你係直接放豬肉落去煮，咁就真係生嚿叉燒都好過生你啦。喺廣東人心目中最好食嘅豬肉做法，叉燒敢認第二，冇人敢認第一。今日咧，我嚟教你一個家庭版懶人做法，全程唔使加一滴水，只要屋企有個電飯煲，就可以輕鬆整出色澤誘人、鮮嫩多汁嘅港式叉燒。關鍵係自己喺屋企整，又平又衛生，比出邊賣嘅仲要好食。大家好，我係李講先李師傅。30幾年前就喺街市門口賣緊斬料，後嚟存到少少錢就開咗呢一間燒臘專門店，多得附近街坊支持，每到飯點生意都係非常火爆。尤其係我哋鋪頭招牌菜港式叉燒，深受大家歡迎。經常有學生哥放學之後纏住爸爸媽媽兜路都要過嚟打包飯翻屋企食。咁經常有街坊走過嚟問李師傅啊，點解你哋嘅叉燒可以整得咁好食嘅？可唔可以教我兩招，等我喺屋企都可以整俾班化骨龍食？今日趁住呢個機會，將我哋鋪頭整叉燒幾十年嚟嘅秘製做法，免費咁分享俾大家。其實想要整出嚟嘅叉燒嫩滑好食，重點唔係用啲咩烤爐去烤，而係醃製豬肉嘅方法。豬肉醃得好，呢道餸就成功咗一半啦。記得點翻個免費嘅小紅心收藏起嚟，翻到屋企慢慢再嚟學。整叉燒，我哋首選呢種梅頭肉，佢肥瘦相間，食起身會更加之嫩滑。我哋將豬肉切成厚厚嘅薄片，然後倒翻支豬肝啤酒浸泡一下，啤酒入邊嘅梅可以將肉質軟化，同時可以將豬肉表面嘅邋遢嘢全部浸泡出嚟。豬肉浸完之後，加入薑蔥蒜，些少廣東米酒，想要整出嚟嘅叉燒鮮嫩多汁。關鍵係加一包呢個港式叉燒專用醬，佢係省城大廚按照我哋廣東人口味調配出嚟嘅黃金比例，有咗佢，其他嘅味糖鹽係通通唔使再放。跟住封上保鮮膜，放喺冰箱醃製6個鐘。有條件嘅可以醃製1晚，會更加之入味。電飯煲底掃一層花生油，鋪上薑蔥蒜墊底，然後將醃好嘅豬肉一嚿嚿放落去，剩低嘅醃料記得唔好嘥啊！冚蓋摁個煮飯鍵，大概40分鐘就有得食啦。一打開蓋，成間房都係叉燒香味，隔籬老王聞到都流晒口水啊！用佢啲汁嚟撈飯食，細路仔係連白飯都可以食多2碗。關鍵係呢款叉燒醬，平時用佢嚟整個燒雞、燒排骨都係一樣嘅色香味俱全。趁住小朋友放假喺屋企，你都整嚟試下啦。有需要嘅街坊老友可以點我頭像，下邊櫥窗已經幫大家準備好晒。關注我，每日分享廣東家常菜。